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耶稣医好邪神附身的囡仔，耶稣的宽容，跟对耶稣的代价。路加福音第9章37节。隔日，因对山顶落来的时，有规大群人来迎接耶稣。迄时，群众的中间有一个人话讲：“先生，我一个后生，求你甲伊看一下。伊是我的孤囝，鬼一个附身，伊随时乱发，鬼互伊抽掣，扑白破烂，搁甲伊伤害，拢毋放伊煞。我有请你的门徒甲鬼赶出去，因拢无法度。”耶稣应讲：“哎呀，毋信搁腐败的世代，我着甲恁待偌久？我着忍耐恁偌久？甲你的后生带来遮。”伊互人带来时，鬼甲伊摔倒，互伊抽掣。耶稣就责备邪神，医好迄个囡仔，将伊交予老爸。众人对上帝伟大的权能感觉真着惊。众人对耶稣所做一切的代志，要得着惊的时，耶稣对伊的门徒讲：“这个话恁着注意听。人子得要予人出卖，交伫人的手头。”不过，门徒无明白这句话，因为意思有对因藏起来，互因袂了解。因嘛毋敢问耶稣这句话的意思。门徒互相争论，什么人上大？耶稣知因心内在争论什么，就牵一个囡仔来徛伫伊身边，然后甲因讲：“无论什么人为着我的名接纳这个囡仔，就是接纳我；接纳我的，就是接纳找我来迄位。恁众人中间，上细的就是上大。”约翰讲：“老师，阮有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阮甲伊阻挡，因为伊无甲阮缀你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毋通甲伊阻挡，因为无反对恁的，就是为恁。”耶稣受接上天的日子得要到，就决意要去耶路撒冷。伊差派使者大先去，因入去撒玛利亚人的庄头，为着耶稣准备。迄所在人无欢迎耶稣，因为伊要去耶路撒冷。伊的门徒雅各甲约翰看到，就讲：“主啊，阮对天顶叫火落来，甲因毁灭好无？”耶稣挖过头，甲因责备，因就去别个庄头。因伫路中的时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讲：“你无论去倒位，我拢要缀你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狐狸有空，空中的鸟有宿，不过人子连看头壳的所在都无。”耶稣搁对另外一个人讲：“来缀我。”迄个人应讲：“主啊，听候阮是大人百岁年老，我就来缀你。”耶稣应讲：“互死人去埋葬因家己的死人，不过你着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。”搁有一个人讲：“主啊，我要缀你，不过互我大先转去厝里，甲家内的人3时。”
耶稣对伊讲：手按伫落尾，要直直越头看后面的人，无适合上帝国。默想，门徒听耶稣预言讲家己要定十字架命运了后，还是无觉醒。看到耶稣医好互鬼附身的囡仔，搁来得到众人的注意了后，就开始争讲谁是耶稣上大的学生。因为因认为耶稣一定会做地上的君王，所以就开始争地位。甚至看到毋是门徒的人奉耶稣的名赶鬼，就要甲动。耶稣明白门徒的心思意念，就带一位小朋友来，甲门徒讲：恁中间谁要做头的，就爱接待像囡仔这款卑微小可爱的人，因为接待囡仔就是接待耶稣。上帝国内底上卑微的，就是上大的；上大的，就爱做众人的仆人。这世间的尊严是得到仆仔声，受众人爱护。耶稣说讲：无。军队我的道路，就是做众人的仆人，卑微来服侍众人。咱想看卖，门徒这款的竞争，敢是嘛发生伫你我的身边，甚至都发生伫教会内底，咱要安那来避免呢？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帮助阮明白军队里是要显明你的卑微甲温柔，毋是名声财富。阮信主。有当时嘛是敢若想要得到祝福，毋是真心要跟对你，敢若想要得到好处，毋是要回应你的使命。求主怜悯，也求你怜悯阮无自觉竞争的心。若门徒安尼，你讲伫上帝国内底做头的，是要谦卑服侍人的。恳求你用这个经文，互阮通有搁较侪反省悔改，帮助阮回应你的呼召。愿意派起十字架来跟对你，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